大家好哦，欢喜学台语，真好奇阿嬷今日要来讲25篇，主题龟山岛。今仔日咱斗阵来龟山岛佚佗，报恁看全岛的景色。远远看到一只龟扑伫海岛悬顶。古早的时阵，民国32年开垦的，做两岸的码头，军事的抗岛码头，济的军甲兵拢守护伫遮，保护国家百姓的安全。即马咱行过来1706站，爬起来关山的顶面，会当看到龟山岛全部所有的面貌，山海美丽，景色的水，拢看会到哦。接落来，我来小解一架子以前特别的景观，叫做龟卵的传奇。听资深的前辈者咧讲，有2粒长形的石架做伙，龟卵有一暗暝啊，雄雄大声响，嘣一下，这个龟卵就消失去啊，从此就无看到这个景色。刷落来，我过来读建宁步道8大景。第1个景，毛旗步道，400-500年的历史。这个岛民甲称呼做树神，两边阁有纪念碑。第2个景，古井。第3个景，番湖步道，有一尊庄严清凉的观音。第4个景，军事抗岛。第5个景，军营区原始龟山岛的国小。即马该海巡署。第6个景，人文生态。第7个展示区。第7个景，龟尾灯塔。第8个景，龟山岛出入口。继续过来读念描。第1句，今仔日龟山岛的日头光，日光片照波浪面，光影影。第3句，布岸骹发草仔花，画面真水。第4句，看到龟头、龟颔管、龟甲、龟尾。第5句，龟壳互石架冲甲大细空。第6句，龟壳啊，学了你真伟大。第7句，规身躯真正自然的面貌。第8句，举头天顶的云在美相吹。第9句，目睭看到大只海翁咧跳水。第10句，海底波浪，阁有乌鱼游水。以上，多谢线顶的朋友，下次再相会。